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节目来观看2013-2014年三对一组中国女子排球联赛。本场比赛为第13比赛，由广东恒大队对北京汽车队，其全体起立，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在这里了，为什么球都没有？对上就行了。 请坐下。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：第一裁判员孙国华，排协及前卫体协；第二裁判员范道卫，国家 A 级湖北；司信员魏雪勋，国家级福建；姚鹏，国家级福建。然后打死。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：北京汽车队5号刘晓文，6号张宇，8号韩旭，9号孙春雷，12号张硕，18号邵鹏，自由防守队员7号刘雅，教育员张洛，广东恒大队1号朱烈，3号王楠，9号刘思月，10号。 全賽有咁多人，應該嗰邊全部上晒，唔係嗰邊全部都幾多。好唔錯㗎嘛，工作日係咁上下。
咪係咯，比原心越難到，披頭散髮。再嚟一個。變咗錢啦，嗰啲大嗰個。避開啊2米嘅。其實接應如果佢習慣線係直線，真係比較恐怖。但係佢左手得，左手得。冇素質。太矮啊！
我哋啲快攻一般般咯，組織得唔係，即係唔係一球打死嘅。唔係力量型咯。我陳瑤都打得唔係，因為有空檔。北京汽车队抢夺第一分。我都嚟唔切影嗰個熱刺球。好波直接推去後場都叫。我知啊，我知個拱過，但係我影唔到個波落地嗰一下。喺嗰個死個位咯，1號位死個位。踢到3步。火氣簽得值啦，我話火氣簽得值啦。哦，係啊。直覺起碼定得到喎，周援咯。暫停啦。唔會暫停，打停。好難摸。Nice blocking。嚇？即係做咩事？觸網？定係啱先二傳係後排啊？知啦。睇下啲後排衝上嚟攔我可能。點咁渣嘅？啱先唔發現，依家先嚟發現嘅。哦，係啊，3點攻啊，二傳後排，再難死。可惜。
技術台太緊張啦。指數。技術台下台下台。喂，老豆。企位坐。我係乜嘢睇排球比賽？我係國家今日即係我係啊，我以前係啦，中國體育總會啊，我冇睇票啦，我係跟學校。宏大就咁多咗個暫停啊！你睇郎平喺度指導。阻住晒發個聲音。我就話佢出界啦。我話佢會落，手咁都冇晒啦。換我追。樣行身，搞掂，飛賽。我猜唔係佢話咪個冇前往前下嗰個，我先係咯，我咪喂，郎平幾淡定，反正唔係自己嘅問題。直播笑死人！我直播㗎，全國嘅網友都會睇到啊！我話如果現場直播笑死人，咪去廣告咯。其實技術台依家係好緊張㗎，全場喺度睇住佢。佢又冇事有效能我就冇效能，講細差。爭好遠。我哋玩都係咯，起碼我球停一停，你都仲可以投。擋一擋你係有時間。係咯，好似頭先阿劉曉彤咁樣擋一擋，投都射得到。兩球波啦，手型。難死。我要追住黃流嚟影。翻到咁遠，已經正義。係啦，射波俾人，射波俾人。有時啊，呢啲亂波個二傳
住，順手直接拍波啊，係出乎意料。幽靈氣嚟睇個球員真係，好似係神經師咁樣。神經師呢一死全爛嘅。佢淨係識揈4號位，4號位仲揈得唔夠到位添。佢只係咪想講我可唔可以打波啊？問一問邊個開波咯？問技術台。可能問，可能同我講個原真啲難講。哇！哎呀，呢球波難到啊！不過戰術唔錯。佢個係咩？頭先嗰隻其實前交叉，唔係，應該係梯次。個主攻插咗入嚟打。我見唔到一個跳定兩個跳啊！兩個跳，好波。咩勁？咩勁？好膠着啊！係呢球貌似出咗好波！中到手添。好肚餓。自由人㗎，呢球波應該主動啲㗎。開始揾到對付陳大嘅方法啦，直接發球俾火氣，限制佢啲攻擊，北京汽协会企管人报告下，限制佢上攻，佢哋少咗啲攻點咯。準備呢邊準備2點換3點。應該又發俾火氣㗎呢個，等佢進攻唔到。
一個，先換一個，再換一個。生閨女翻嚟啦，二閨女定三閨女啊？生閨女嗰二閨女係邊個？個，二閨女。好波 ，set 唔到啦。睇咗啲咯，都係我。我有企太後啦呢球波。睇咗啲咯。陳欣彤啊？係啊。陳興彤。陳興彤。都係睇咗啲咯。使咪拍咗佢？人哋有戶口啊，你驚咩啫？係啊。關鍵時刻广东红大队请求第一人。費啊 Megan 同埋個接應喺後排啲進攻啊，2點攻一早係暫停好啲咯。而且黃藍二次又得㗎啦，點樣啊？唔好卡啊！呢一分好重要啊！係啊。又俾佢。彈佢。俾喬廷攔死都好嘅。落網咯，我覺得。鬼子打接應，唉，真係陰公。兩個副攻現在，一個場上。我們打 MB2， 3個副攻嘅料，1個打接應。咁唔好咁樣同我講咁嘅秘密武器。係咯。咩位置打到啦？唔好意思啊。主攻得唔得咧？唔知啊，主攻講下。日本玩 MB0，我哋玩 MB2啊。攞多2分。好快。踢波好出聲。有啊。揼佢。哇！真係勁啊！哇！打住3號位咁我揸住。係咯。馬天啊！會知英文名就灰知啊。馬天啊，佢叫馬天啊。馬天啊。我唔知佢意大利文點讀，灰字啩。放佢，好波。嘿。唔緊要，追平啊！
嗰度先得㗎。You're so good, Martina. 攔佢！哎呀！北京竞技队只有2号线9号线。問一下啦。技術台話我唔知。好老閪咯，覺得佢個樣。邊個啊？你講我技術台啊？北京教練。你做到教練，你都係好老閪㗎。快攻！哎呀！好波！係啊，佢個樣冇話改翻佢一咁樣。哦。係啊，一吹雞即發，係好快。難死。有。匆忙。太明顯了吧？超明顯摸到白帶啦！喺華師組人俾人吹咗嘅。佢有種判唔出手。喺華師組俾人吹咗啦，咁咪咯，都仲未摸就已經有人嗌觸網，仲未跳起已經有人嗌觸網。哎呀！呢個張宇張爽12號嗰個都咁鬼矮咁咯。哦，張碩打170嗰度170幾嘅啫。反正係一世踎喺省隊㗎啦。咦？阿培成好似話1.88米嘛，唔止。張春妮1.86米就咁矮到，咁佢而家仲矮過張春妮嗰度。喬定1.9米啊？有吧？咁真係1.89米咯，算冇大2厘米，咪1.87米。哎呀！啲走位仲係有啲唔熟喎。黃藍好似話退咗役幾年㗎啦，冇話退咗役跟住出嚟打。嗰就係黃寶全嗰一屆嘅其中一個二傳嚟嘅。連咗2年都退咗，佢退咗役讀書啊嘛話。
個副裁嗰個禿頭咧，好鬼靚蝦我的眼啊！咁你冇影佢個頭咯。咁肯定會追到佢㗎嗰邊。係咪副攻難㗎？佢哋手震啲。得個高，劉曉彤啊2米喎。哦，原2米。我嗰度幾乎鬧喎。嗰個波啱先發唔到力啊，傳到咗啊！喂，點會叫喬廷打定點先得㗎？又高又大。就像吉奧利那樣子，剛剛那一球都不可能打下去。攔佢！啊屌！好似係阿 Megan 第一次失誤喎，今日。係啊，第一波失，打波底。哎呀，使下心態發生變化。好波啊！哇，好大聲！我覺得美國呢個華沙特應該好平㗎咋嘛？我諗可能仲平過韋約奇。我覺得唔會平得過韋約奇，但肯定平過梅子。做學生嚟啫喎，打大學生聯賽啫喎，有幾錢啊？韋約奇嘅蝕本。哎呀，遠位真係遠。佢哋叫 defense， 防守喎，個外援講。啲尖叫好勁，攔佢！哎呀，叫爆咗個頭。真係叻，打直線打二傳。又俾4號位，4號位。好噃。今日啲副攻唔落球啊！我哋。今日陳亦都唔係點樣落波。其實啱先嗰球波你可以見得出，阿 Megan 佢個波唔好處理，直接拍直線拍二傳個位。但係呢邊劉曉彤定係邊個啊？依家4號位。4號位張。直接拍中間喎，自由人一下起到啦。張索咯。睇住9號。麥天華嗰隻叫。
有啊有啊有啊！咁都得，黐線嘅仲比完第一次仲比第二次。冇喎。北京汽车队球球黑子的黃藍你啲會死咩咁咩？係咯，又要接一傳，又要進攻，你進第二次攻，第二次進攻，連續傳幾次。試緊咩嚟？我覺得北京可以換陳興龍上嚟啦。咁快嘅？7分秒嘛。領先4分，陣間又俾人卡翻上嚟，笑死！唔會吧？頭先都領先4分卡，影下個分數先。不過頭先唔係講佢兩次咯。Come on, here we go。冇威力。唔錯唔錯。爭出嚟係嘛？手打直線，講真嗰個2號位打直線好鬼難防。去啦，拍過去，係啦。第3次啦！你話遠位打得好好啊，又唔係，但係冇咗佢嘅話又唔得，係啦。北京汽車队汽车换人12号下3号上。對位換㗎？係啊，對位換咗個。定係佢想點啊？換咗個張索。係啊，換咗張索打4號位。張數打4號位，換咗4號位，換咗個主攻。其實嗰個字應該讀石吧？係咯，石屎嘛，唔係索嘛。我唔明你點解會就係定成個索？唔知啦。石嗰緊錢啊，人哋讀石。係咯係咯係。我都唔知你點解會讀索嘅。你讀先㗎。頭先你讀過，頭先話張石，我頭先話石。係咯。我錯。你填明係碩士畢業，你又話碩士畢業。我話博士。係啊，我話寫喺呢段要翻去消音先得。哇！仲俾佢人哋接完一傳咋？分分鐘打咗6年，分分鐘打咗6年嘅奧運會都係叫包張佢翻嚟打啲事。唔係嘛？你咁都曾春雷咁嘅樣。啱先嗰嚿唔係曾春雷扣。啱先我得曾春雷扣㗎，2號位1號位後攻啊，扣咗落網。又黐線啊！又抽筋。仲唔換2傳啊？個教練等乜啊？又抽筋啦！韓旭唔係抽筋，呢啲先係佢正常水平。每一局都要至少有一個配合失1、2個咁樣係正常發揮。冇人要。哇！生果就頭。我明白人哋啲計佬，人哋啲咁肥咁重嘅人。
係咯，都可以咁樣救啲咁嘅。北京汽车队究竟係人哋嘅訓練方法好咧，定係我哋訓練方法好？人哋嘅方法好，我哋嘅方法又有問題。因為馬天娜可能有機會入國，打得咁好，可能都有機會入到國家隊話。馬天娜，佢本來依家就係國家隊㗎啦。唔係話佢打緊，唔係話佢打緊大學生聯賽嘅咩？大學生聯賽嗰個係1號吧？佢就馬天娜咯。哦 ，Megan 啊。唔係啊，嗰、個法西特，我唔知佢中文名叫，唔係嗰個名叫乜嘢嘛？哦，馬天娜係，Megan 啊，古伊子啊。哦，古伊子。我話1號呢個啊。1號呢個打唔錯啊，條美國大學生聯賽啊嘛，未入過國家隊嘛，未入過美國國家隊。好似入過吧，唔知道，對佢唔係好了解。哎呀，阮慧啊，彈佢，唔錯呢球。楊慧啊，楊慧。哎呀，真係沉悶，又3-6個拍佢，嘥鬼晒都係爭啲經驗啊！有咩睇法？都唔可以咁講嘅，嗰球波都係應該鬥過去嘅。有第2次拍佢嘅時候，爭啲力水咯，好遠啲嘅啫。又係 Q 啊！有啊。咩㗎？明明明明嘛咩㗎？跟住傳個球俾佢。係啊，頭先係啊咩㗎？跟住傳個球俾佢打後攻。真係㗎？係啊，真係㗎。有人叫啊？咩㗎？明明叫啊！哦。叫咩㗎？跟住傳個球俾打後攻，跟住打中球。好似冇一個幾個分喎，冇乜得分，就係咯，都係靠2個外援。防守就可能有啲嘅，有幾個好啲嘅。我突然間諗起奧運會嗰陣時，我好想佢快啲落後排，尤其佢喺前排進攻嘅時候，點解？真係落唔到波。仲衰過一人。啱。唔係仲衰過邊個啊？同佢打對嗰個邊個？楚金玲。係咯。唔係。哇！好波。哇！火晒劉曉彤。俾佢啊，上嚟都呢球就好啦。咩事？4分，裁判加油，不要亂吹哦。广东本大队请求规定赛季。
想去陪姨子，去邊度啊？下個星期日我打下場開始，我知啊，我知啊，佢想陪姨子，佢話會平衡成個河畔嘅分配時間。有可能。但如果陪姨子打副攻嘅話，去到後排要自由人換落嘅喎。係啊，幾慢啊啲動作。係咯。哇！掉咗太遠啦，拋物線。人哋教練喺下面都叫咗啦，佢仲唔喐？快啦！打個快！火氣好似着對彪馬嘅跑步鞋行波，要遮住個標誌啊！如果唔係俾人着住對鬧。彪馬嘅跑步鞋。哎呀！第二個發波失誤。佢個底好平咧，唔同我哋啲排球鞋咁樣，好似有啲大，好似有啲大。睇唔到啊！有啊！邊？好一般都冇，要中又冇咩變喎。唔錯啦，第一局咁俾人追法都有，打佢啦！既然係正常嘅一個，哎呀！又追人追翻嚟。轉身太慢啦，第二下。哇！嗰啲技術先得嘅，咁樣歐國。我覺得美國同埋巴西啲人啲技術真係好到，俄羅斯係非常粗糙。點解唔引啲巴西過嚟咧？人哋巴超勁過你中國聯賽幾多？但係可能啲交情冇咁深。哇！1號個躉咧條線好明顯。係咩？個躉啊！你睇下佢大幾粗？佢實重過我，起碼重我30斤。睇到路啊！呢啲咪攔網速度仲快過扣波速度咯。嚟個戰術先。買咗佢嘅，點樣識啊啲波咁樣？過去算啦，過去算啦。哇！筍啊！俾人筍咗。只能夠講中國啲球員真係意識唔係咁強，啲球波好明顯就無功㗎啦，仲咁樣。高咗籃嗱，再嚟，幾號位？你睇呢啲波都會接成咁嘅。2號位，咩嘅？睇見呢個無望，即刻換人。好靚女喎嗰個。啱你咩？啱啊！
個開波好咩啊？冇辦法，等一下望。掂到人添，拗咗。3個人啊！哎呀！標子杆咁大個位唔得，係都要打支杆嘅。子杆係會標。咁中意嗰碌嘢？又瘦又長咁嗰種。唔錯，試過車先俾人唔緊要啊。開始衝發波喎，佢哋。有冇咁悶啊，大佬？都唔係15-10路搞到咁有啊，袁心玥嘅。打多啲副攻啦，唔該我。一啲都唔驚。我覺得袁心玥好幸運，可以喺呢個情況下即係突然間加入恒大喺郎平下面。係咯，國青嚟打國少都冇人。郎平肯定到時會召佢入國家隊啦。打國少嚟打國青，直接去恒大，跟住直接入埋恒大，唔係跟住直接入埋國家隊。係咯。北京汽车队解说官人12号下3号上。身高唔掂都好細嘅。調停簡直一個花瓶。籃網攞咗1-2分嘅今日。一個牌嘅啫喎。有啊，吊到咁 Q 高。好靚個醜龍。睇下人哋咩叫做進攻啊 ！B 哥打比快喎，睇佢哋咁樣叫。呢啲叫做 B 型彩虹係嘛？係啊 ，B 型彩虹超手球。直奔界外係嘛？超咗手之後。超手嘅。爛佢。頭喐都唔全，咩叫停打嘅，當好似透明咁樣。我想知佢攞阿陳興同翻嚟做乜嘢？係冇意見。人哋素質真係勁。你睇佢幾大隻先得㗎？你見明都唔中意。
手震啊我。你見嚟，唔需要研究。隨便你點樣拍咯，拍邊個得嘅，有電腦放喺嗰度。咪都仲係有教練指示開邊度㗎，你等人留意一下。數字嚟統計。或者真春女啊！韓旭，如果呢啲波可以揈到1號位，其實係有得打㗎。人哋個攔網早就已經移咗個4號位啦，你仲係揈嗰邊？拗晒啦，仲你有冇見貼吧入邊有個貼話天津隊嘅隊員最公道，從來不跟裁判咩理論之類。跟住嗰個配圖係成班球員喺度叫打數。你有種判得拗啊嗱！超手啊！超晒啦！好撳喎！唔好叫啦，人哋喺度開緊波啊，叫影線越加油，撳佢！橋定都打到冇晒意思啊！睇佢個樣。橋定我話不如換我落去，我翻去化妝。係。上班走咗冇佢，上班走咗唔係以佢為繞戰術。以前都唔係㗎啦，以前唔係以曾春雷為戰術核心。哎呀！暫停之後發波出界，呢啲係好唔應該。唔得，唔俾換，已經出咗雞啦。純粹撻 Q， 終於都換2傳啦！早啊要換。唉，真係都唔知教練咩腦嚟嘅。唔想培養佢咯？賠條命咩？賠錢有得賠養。唔想培養，唔想培養二歸女嘛？北京要打全運。都係幫天津培養啫咁。係咯，俾佢上場單位，即係等佢更多訓練機會，多個對手。你睇，判失分喎。咩事啊又？過網擊球，唔係後排位例。邊個打頭先好球？唔知，幾廿隻手伸埋一齊睇遠。應該2個人差唔多同時見到。有啊，係啦，俾姚偉揼落去，係啦。陳姚啲調整都幾好嘅。喂，人哋喺8-1隊俾阿崔實驗師係嘛？做10隊啲點意係啦。比阿宇文要好好多啊！哇！呢球都唔判持球啊！撳佢，應該判持球啦先。
爭4分加咩油啊？落網啦！我覺得佢狀態唔係咁好咯，好似好攰咁樣個樣。劉曉彤係啊，都興奮唔到咁樣。佢留幾枚位嗰邊？咩啊？黃幾枚啊，劉曉彤。唔知啊，黃6枚，4、5、6嗰啲啦。你睇又一個配合失誤啦，呢個就係韓旭啦，咁都可以吊死，揼落去啦，韋若琪。快嘅，阿希有啊，快啲去啦！行嘅啫，又俾佢。咁都打失咗個球先，蝕本過。你唔覺得佢就係一個有高度嘅李娟咩？維拍拍。咁又冇咁叫。我唔明其實點解兩你講韋若琪啊？韋若琪我可以理解喎，喺中國好難得有一個主攻又高又靈活，又有一傳又有防守。對於中國嚟講，係啊，都話係加強版有高度嘅李娟咯，好難得㗎。但我明白。我就唔係真係唔係沈定思咁嘅樣，佢都可以。我覺得郎平咧就放緊煙霧彈嘅，即係培養沈定思等佢做個替補啊，以後挖翻啊魏秋月翻嚟覺得咩話？肯定㗎啦，你覺得魏秋月唔得咩？咁老味？唔係都唔會揈佢哋出去打波啦，見下世面先啊嘛。咁有啲咧？有啲就算啦，有啲2020都仲打得，係啦，應該抌落手。太陽應該冇咩機會咯。3-0嘅節奏㗎啦。點啊？我錄緊嘢喎。使唔使俾翻個嘢你啊？你冇整入到嚟嘅？幫我練下骨啦，我好攰㗎。哇！你阿 Sir，仆街你冇假嘅喎。嗱，我隻手咪假咯，幾天然啊！隨時360度轉都得啊！好波，高度優勢。如果你隻位咯，可能都17碼一7碼可以落嚟飲水，攞啲嚟飲下。好啊！等我試下恒大冰泉佢咯。其實同景田白對沙一就咩事？原兩米難死曾春雷嘅戰術。高度3隻打，得我打住。平啊！有啊，冇咗咁快啫。為到貴係嘛？市面未有得賣㗎，冇。又落網。點解你唔助威啊？點解你唔叫啊？人太少。你都矮咧。星期六啲高爾夫有冇票嘅？買成個。我哋幫你加油啊！輸0比3，唔係輸0比2。主場打翻人哋5比0。決賽嘅比賽係180分鐘，180分鐘，即係點啊？180分鐘，即係咩意思？2個回合啊嘛。2比0好難追咯，我諗一個外援上唔到場，一個2個啊。咪咯，第二個又紅牌，咪第二個黃牌又唔攞場。唔過喎，得啊！好波。
你睇呢啲咪經驗咯，好霉咯，個波咁都頂唔翻我啦，黐線個蹬到去嗰度都有喎，真係草霉，成個 PP 咁喎。中國女排冇得救，梗係冇咁中國排球界冇講，得救嘅喎，再唔揸啲基本功嚟訓練嘅話，冇即係郎平會話：，誒呢條友肯定入唔到國家隊。有啊，你睇呢個貝飛幾慢，吸引兩個外籍人士加盟都話都 OK 嘅。吊啦！哇！你啲人哋防吊幾勁啊！攔佢，背後啦，背後啦！我屌，有咩可能啊？超級黑手，我錄低㗎。裁判加油！裁判傻逼，棒棒棒！嗰啲咪足球嘅，嗰啲咪足球嘅。係啊，其他聯盟即刻叫停，即刻叫停！广东武大队请求第一个停球。哇，好震啊你！一個屌毛你不上去，讓你看，別裝了，一天不裝你就會死，裝逼有害健康一天不。裝你就會死。個裁判都幾淡定喎。好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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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嘢。揼死佢！拗！攔佢！有啊！嗰個人係咪有病㗎？冇錯，蹬高佢係啦，你睇，我只能夠講係個二傳調得太好。落網啦！好波，死啦！要死！Come on！接飛，咁冇數得啦，我覺得嗰兩個。爆頭喎！影飛我嚟嘅啦，邊兩個人啊？頭先嗌頭先嘈嗰兩個嗌傻啲嗰兩個。冇計啦，唉，要原諒係有呢啲人存在。可以話個裁判係黑哨，但係唔可以話人哋排協係傻 B 噶嘛。好波！我哋咁樣叫同啲中訓嘅差唔多㗎。金分。我拍的时候你拍的时候。好波！好防守啊！唉，估唔到啊！本身以為5局嘅變咗3-0。我本身以為5局嘅，結果佢打3-0。任睇得起北京隊。即係唔會咁菜咯。